大家好，我是约翰奥斯。全球科技巨头 OpenAI 近日公布了一款全新的 AI 技术，名为 Beyond GPT， 将人工智能领域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。该技术的问世，无疑将彻底改变人类生活和工作方式，引领全球范围内的科技革命。据悉 ，Beyond GPT 是基于 OpenAI 多年的研究成果，结合了大量高质量数据和前沿技术，使 AI 技术的理解与创造能力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。该技术将广泛应用于自然语言处理、图像识别、机器人技术等领域，为全球各行各业带来巨大的价值。Beyond GPT 的表现力和通用性是其最大的亮点。在自然语言处理领域，它不仅能理解复杂的语言结构，还能进行高质量的写作、翻译、摘要等任务。在图像识别领域，它能快速准确地识别各类物体和场景，为无人驾驶、医疗影像诊断等领域提供强大支持。在机器人技术领域，它甚至能帮助机器人实现更为自然的人机交互，提升机器人在日常生活和工作场景中的实用性。同时 ，OpenAI 表示，他们致力于通过 Beyond GPT 为全球用户提供平等的智能服务。为此，他们将与各国政府、企业和研究机构展开合作，共同探讨 AI 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应用场景，并拓展教育、医疗、环保等公益领域的合作项目，以实现人工智能技术惠及全球民众的目标。虽然 Beyond GPT 的潜力无可估量，但是如何确保这一强大技术的安全与道德使用，也成为了业界关注的焦点。为此 ，OpenAI 强调，他们将加强与全球伙伴的合作，共同制定 AI 伦理准则，确保 AI 技术在尊重用户隐私和人权的前提下发挥最大价值。总的来说 ，Beyond GPT 无疑为全球 AI 领域带来了一场革命性的变革。在未来几年内，我们有望看到更多依托该技术的创新应用不断涌现，为人类带来更智能、更高效的生活体验。随着 Beyond GPT 的广泛应用，人工智能将在各个行业发挥关键作用。例如 ，AI 技术将协助医生进行精确诊断，提高治疗效果。在教育领域，它将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资源，帮助他们更好地掌握知识。在环保领域， AI 技术将助力企业实现绿色发展，降低能源消耗，减少碳排放。此外， AI 技术还将大幅提升工作效率。许多日常劳动密集型工作，如数据分析、文档审核等，将由 AI 技术接手，使人类得以将精力投入到更有创意和价值的工作中。这意味着，在未来的职场，人类将面临全新的挑战与机遇。尽管 Beyond GPT 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充满智能和便利的未来，但我们也需要警惕其可能带来的副作用，如失业问题、隐私泄露、AI 歧视等。因此，政府、企业、研究机构以及公众需要共同努力，探讨如何在充分发挥 AI 技术优势的同时，确保人类社会的公平与和谐。总之， OpenAI 的 Beyond GPT 技术将开启一个全新的 AI 时代，为全球各行各业带来巨大的变革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需要紧密合作，共同应对挑战，确保 AI 技术为人类带来更美好的未来。